主后2023年11月19日，撒利教会主日礼拜，大声来听读圣经列王记上卷第2章第10节到12节。大卫返去伊的列祖遐了后，安葬伫大别城。大卫做王统治以色列共40年，伫希伯伦7年，伫耶路撒冷33年。扫罗闻坐伊老爸大卫的王位，伊的国非常稳固。弟兄姊，大家平安午早。对即礼拜开始，咱的主日查经讲道的进度进入到伫列王记上卷。列王记伫犹太人的希伯来文古册，并无分顶下卷是合做一本。若是伫希腊文的70书译本，甲撒母耳记甲列王记合做一本，称作王国记。因为列王记是接续撒母耳记伫讲述以色列人建国甲王朝更替的历史，总是伊也毋是干那纯粹的历史册，伊搁较像是信仰史。因为伫南北国的历史中，较重要的王国，亲像暗利甲耶罗波安2世，只是干那简单甲带过。若是亲像希西家甲约西亚等遮王伫历史并无真显目的王，以及先知以利亚、以利沙使徒的代志，颠倒记载较详细。作者强调的是，既若尊崇上帝改变律法的王，上帝就会赐福伫伊；既若背逆上帝，上帝的手就重重刑罚。咱伫早起的进度是列王记上卷第1章到第2章，即2章故事真长也真济，毋过主要的重点是咧讲大卫王伫伊晚年的时，甲伊的王位传互所罗门，甲所罗门伫初期接王位，怎样排除异己、树立威信的故事。大起先咱先来看分段。第一段是第1章第1节到第4节，伫遮有讲到一个查某囡仔叫做阿比莎，伫中文的译本是亚比煞，伊来侍候大卫王。大卫伫年老血液循环较歹，虽然嫁到搁好的棉被，还是嫁袂烧。伊的人神就甲伊找一个水姑娘仔来做伊的小嫔妃，照顾伊。甲王困，伊的名叫做阿比莎，只是王并无甲伊同房。这应该也毋是啥物大的代志。会甲这所在记伫遮，是因为阿比莎伊继续搁牵连到着王位继承的争夺战。第2小段是第1章5节到第10节，遮讲到着第4王子阿多尼雅伊的继母要篡位。大卫的囝中间，大囝暗论是一个小霸王，互第3囝押沙龙甲暗杀死去。押沙龙是上
代笔上介疼的囝，搁伊造反兵败，互代笔的元帅约押处死。当代笔的第四个囝阿德尼亚也计谋造反篡位，伊行的路线甲采取的策略，甲押沙龙差不多。代笔歹甲制止伊想要做王的念头甲做法，毋过阿德尼亚伊并无收手，反倒让伊拉拢元帅约押以及大祭司之类阿比亚他来挺伊。到伫时机看起来若像成熟，伊就踮伫温罗街附近的所在来组织伊的拥护者自行宣布做王。总是伫伊的名单内面，并无邀请先知拿单以及比拉雅甲代笔的勇士，和伊的小弟所罗门，这就成做分裂的一个变数。第三小段是第一章19到40节，遮所罗门受选立做王。先知拿单甲代笔的某博士巴合谋，互代笔宣布所罗门才是伊合法阁唯一的继承人是新王，阁互所罗门骑代笔的驴去到伫基顺，互祭司撒督抹油设立做新王。确立所罗门是新王了后，就接续代笔来统治以色列甲犹大。第四段是第一章的41节到53节。阿多尼雅求所罗门赦免。阿多尼雅对祭司阿比亚他的囝约拿单的情报证实，代笔已经正式传位互所罗门，因为安尼对阿多尼雅的人就拆股四散。也就是讲，阿多尼雅伊的篡位政变彻底失败，也无人敢挺伊。结果阿多尼雅因为惊死，就赶紧走去求伫这段一角来找求上帝的庇护。所罗门也应允，若阿多尼雅伊肯安分守己，就赦伊免死，总是爱伊转去家己的厝来软禁反省。第五段是第二章第1节到第9节，代笔交代所罗门的遗言。代笔交代所罗门爱甲伊的遗言分做两段。第一段其实也是上界重要的，就是交代所罗门的确着爱敬畏上帝，遵行上帝的道路甲教示，才会得到上帝的祝福行通。子孙也通继续坐伫以色列的王位。第二小段是交代伊有两个人的确着爱处理掉，包括元帅约押，以及用恶毒的话咒骂代笔的师妹。毋过代笔也交代所罗门的确着爱好款待基列人巴西来遐个囝。第六段讲到代笔的死，第二章
第17到12节就是咱拄则所读的经文。圣经只有记载大卫死了后安葬伫大卫城，佮讲到着伊做王40年，总是咱伫即个所在并无看大卫伊死的年岁。圣经学者推测，迄时大卫大约70岁。伫此后，圣经就差不多无搁咧讲啥物人活到几岁。第7小段是阿多尼亚的死，第2章13到25节。阿多尼亚因为透过找拔示巴，想要带大卫的少女嫔妃亚米莎做某，这个举动就等于当初押沙龙困大卫的嫔妃共款，是想要做王的企图。这大大踏着所罗门的红线，是咧自找死路。第8小段是第2章26节到27节。大祭司阿比亚他受免职。祭司阿比亚他是祭司以利的孙。真早伊就来投靠大卫，对大卫拍天下。讲起来是算开国元老，是功臣之一。毋过伊后来参与伫阿多尼亚的政变，互所罗门王列入伫乌名单。现在所罗门就拔伊的职，也甲伊赶转去伫伊的故乡退休稳顿。第9段是元帅约押的死。第1章28节到35节。约押的代志已经有讲真济，伫遮就甲省略去。约押听到阿多尼亚的死，甲阿比亚他受革职，伊也知影家己的下场也袂当好到倒，伊就学阿多尼亚当初秘伫祭坛的所在扭祭坛的角，看是毋是也通得到免死金牌。结果伊互所罗门王甲处死。了后，比拉雅换接约押元帅的职务。大祭司就只有剩撒督一人来担任。第10段是伫第2章36节到46节，遮讲到着示每的死。示每为着对日两个逃走的奴隶，伊私自离开耶路撒冷，违反所罗门王对伊的禁令，所以互所罗门王下令杀死。圣经讲对安尼，所罗门的王国就真稳固。第2章46节。他对量器上悬，第1章到第2章，互咱有啥物教示？头一项咧讲到着人生的结局。量器上悬第1章到第2章，讲到当当时的几个以色列真重要的人物人生的结局。讲到大卫王的死，讲到四王子阿多尼亚的死，也讲大祭司阿比亚他受革职流放家乡，嘛讲到着大元帅军头约押的死，还佫有救命大卫的迄个孙仔示每的死。咱毋知对读到遮，
互咱有什种诶感触甲启发。圣经记大笔伊最后一摆诶祈祷，伫第1章480讲，上主以色列诶上帝应该受称赞，因为伊有想使一个人今仔日坐我诶位，互我亲目看见。第1章12节讲，所罗门坐伊老爸大笔诶王位，伊诶国非常稳固。这对于大笔来讲，减是伊要死进前上界大诶安慰，因为伊伫晚年要死以前，有发生争夺王位诶代志再次发生。伫迄个风雨不断诶中间，大笔落尾明确决断，甲伊诶王位传互所罗门，而且后来虽然大笔死，毋过所罗门坐伊诶王位，国家非常稳固、繁荣盛世。这应该是大笔人生上好诶结局。若是对阿多尼亚来看，诚紧弄破碗，硬挽诶果子也袂甜。伊来贪恋权势甲美食，落尾菜通食菜，菜通死。大祭司阿比亚他，伊诶人生好头无好尾，到伫年老变节，结果丧失尊严甲尊严，留一个臭名。约押甲示每也是恶有恶报，诚做警惕。若是安尼，咱敢有想讲有一日，当咱人生诶结局，到底咱有啥物种诶完结篇？第二，讲到智者聪慧，阁着爱有耐心。大卫王本身是一个有智慧诶人，伊活地时阵虽然忍受拳头约押诶专横霸道、恶奴欺主，以及双面刀鬼示每诶侮辱甲扑打，毋过伊知影即两个人对伫国家甲政权是有威胁、危害诶，所以交代所罗门爱甲因处理掉。所以咱看到所罗门毋是甲处理即两个人，伊阁甲迄个野心勃勃诶四王爷阿多尼亚甲变色龙祭司阿比亚他等主要诶政敌也处理掉，而且所罗门拢是等到最佳诶时机才出手，互因无通反驳甲反击，互因无继续作乱作怪诶机会。可见一个智者，毋但需要聪慧诶眼力，也着爱有足够诶耐心。亲像钓鱼诶人，伊耐心等候到伫鱼上钓上钩诶时阵，才勾线豆豆收线，到掠鱼入网。伫咱现实诶人生诶中间，咱嘛需要培养相当诶实力，加上足智多谋，才会当来应变。这是生存诶法则之一。毋过智慧着爱用伫正途，才会受祝福；用伫做歹，就是招祸。咱也着爱谨慎小心。第三，遵守主道，性命亨通。列王纪上卷第1章到第2章短短诶2章，伊诶故事真长真济，也拢诚精彩。比较咱会忽略
伫第2章1节到4节，才是故事的重点，也是整个良记的精髓。大卫爱所罗门遵守上帝的道理，安尼无论伊做甚物，也是去甚物所在，拢会行通。佮上主也实现伊对大卫应允的约。你的子孙若谨慎生活，尽心尽意、真诚伫主的面前行做，你的后代就会坐以色列的王位，永无断。这是大卫予所罗门的遗训家训，嘛应该成做咱基督徒家庭上界重要传家宝训。专心一意信靠上帝，遵守上帝的道理，这就是人甲家庭蒙恩得福的正路。愿咱好好思想，咱人生的结局是甚物，互咱有聪慧甲耐心，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会晓遵守主的真理，生命也得到亨通。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虽然世事多变，乾坤莫测，毋过阮知影，阮的人生、阮的一切、世界的一切，也拢伫上帝你的掌理中间。阮伫今仔日也透过良记上卷第1章到第2章，看见无论大卫也是其他几个要紧的人，因人生的结局，互阮也思想，阮的人生的结局到底会是啥物款？求主你也帮助，互阮会当信靠你，做一个聪慧、阁有耐心的智慧的人，会晓得遵守主你的道理，互阮的生命通得到亨通。这个世界也要因为阮来得到福气。阮伫你面前献上感恩祈祷，靠耶稣的名，阿们。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们。